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4 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闻到时代头先就来报现在。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9个本土病例，却因为有人无老实交代行踪，增加疫情调查的困难度。台北市的和平病院昨是增加2个确诊病例，目前是不必封院。另外，伫咧高雄甲彰化也传出确诊病例。昨昏全台湾大停电，王美花表示是工作人员唔对计离开官舍造成的4大基座跳电，台电要提出扣电钱的赔偿措施。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34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有29个是本土病例。指挥中心表示讲，这29个其中有5例是甲西雅会群组感染有关系，有1个人是甲宜兰电动机有关系，16个是甲艋舺地管感染事件有关系，另外还有7个人得个对查感染源。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讲，有真侪人去过艋舺地管，却拢无老实讲，对疫情的调查是无帮助的。不过去到地管是社会上另外一个面向，未来也会加强宣导。国内疫情有警报，指挥中心宣布，国内含13暗时公布的和平病院确诊个案，总共新增加29例本土的确诊案例，拢是本国籍。指挥中心表示，1个是甲宜兰游艺场个案有关系，5个是甲西雅会案例1203甲伊的相关案例有关系。发病的年龄对10外岁到60外岁拢有。1个大的所在伫南部30外岁本国籍女性，案例1289是12发布确诊案例，1229的查某囝，原先的调查2人并无接触。在第一波的疫调里面没有调查到，那最主要是他父亲声称他的小孩都在国外，所以就没有调查到，那只是他的女儿从这个相关通讯息里面得知他父亲被确诊的消息的时候，那就自己到医院里面去采检了。另外，也有7个是查无流病相关的个案，分别是案例1265、1266、1267、1268、1274、1286、1291，年龄是在10外岁到70外岁。而台北市艋舺地基馆以及周边相关的确诊者总共有16例，有9位女性、7名男性，因为发病日在5月7日到5月12日。对此，陈时中坦白讲，这波疫情有几百岁是收甲真旺，尤其是艋舺有真侪所在，主要是伫遐大家接触真接，无挂喙安，而这阵也伫找相关的原因。光是这月初在万华区，就看病的病人就4万多，好像我们大家没有做，就去筛了这4万多人嘛，大家就有一些专业的判断，那专业的判断这也没有办法100%。因为它症状多样性，那还有一些TOCC 的一些判断，或者有没有人把它讲清楚，那这些都会影响到一些判断了。对着艋舺地基馆是毋是真侪防疫的破空，但是中表示确实有人可能去过，不过拢无讲，增加调查的困难。地基馆是社会另外一个无同的层面，而来加强相关的从业人员的个人的健康宣导，也个体检来确保整体公共卫生完整。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艋舺爆出确诊病例，台北市长郭文德宣布讲，亲像舞厅、酒吧、夜店这款公路场所，甲公家机关所管的场所，对15开始暂停营业。另外，艋舺区公所以及着市政府外部的办公室，对后礼拜开始进行付款罢工。另外，讲到这个和平病院，总是增加2个确诊病例。市长郭文德表示讲，目前和平病院也无有封病院的问题，会伫咧艋舺地区成立第4个快速体检局，赶紧把这社区内面感染源找倒出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昨时宣布，新增加29个新冠肺炎的本土病例，其中包括13暗时确诊的台北艋舺和平病院2个个案。昨时早时，2台防疫巴士将需要隔离的22位医护人员送离开病院进行隔离。台北市长郭文哲加卫福部长陈时中拢强调，目前和平病院也无防疫的问题。不过，今麦和平病院急诊暂停，仅保留快速体检站。门诊的部分只接受有注本的门诊，无接受现场挂号。而且自和平病院出院的病人，原则上拢要接受14天的隔离。为了防堵疫情，台北市对15号开始，台北市10大类场所等等，拢要来暂停营业。等一下，我们也会在今天发布公有场馆以及主要是8大行业加电子游戏业及网咖的停业通知。那大家会问说，什么时候才会复业？你知道吗？我想这个看整个疫情的发展呢。
另外，为着紧找出社区中的确诊者，除了原地和平病院、西关病院、中兴病院，市府各地北溪寮设立艋舺地区第4个快速体检站。快速体检站的作业时间为早时8点开始，到暗时12点。建议4月15以后，包括有去过艋舺地点的工作人员、人客。若有发烧，也是相关镜头，伫艋舺地区买药啊，也是看病的民众；有镜头伫别个地区看病的艋舺民众，无厝者、新移民配偶、弱势族群，也是有意愿体检的民众，拢会使来快速体检站体检。因嘛强调，无身份证的挂一义工，若来就医也是体检，拢会有特赦。健保卡还有身份证，我们希望你2个都带。那要主动告知你的旅游史，还有你的职业。现在在里面都是在一个扩大筛检的情形哈，只要你觉得有需要，那就可以去筛检，那都是公费的。目前和平病院会以接触的强度甲密度做标准判断，以共心管的方式，一言一言向外体检接触者。另外，因为艋舺地区的民众较有食成药的习惯，即马嘛鼓励药师建议有感染疑虑的民众去体检。记者郭碧君、张随台北报道。台北市的和平病院昨有2个病人去染到武汉肺炎，为着要把这疫情压落来，目前和平病院是无要搁收住院的病人，急诊的部分也都要先来暂停，要进行大消毒。门诊的区域也拢已经有消毒过啊。另外，甲确诊病例捌接触过医护人员，今仔日早起也已经送到防疫旅馆进行隔离。摕个人行李挂喙安和平病院急诊的22名医护，伫指挥中心的安排之下，分别坐2台防疫巴士，准备去防疫旅馆做隔离。为有效防堵疫情，其实防疫巴士早伫出车进前已经做好全面消毒，甲四周边也用透明的塑胶帘仔区隔，为是1人1排每回座，每台只坐差不多10人，爱隔离医护人员，虽然已经做好万全准备，不过防疫巴士司机最少也是烦恼。第一次难免会有一些紧张，这样还是安心跑啊，有回去有用酒精这样消毒，这样就好。在隔离大概14天左右。2个至13暗时确诊的分别是1至7日的本国籍60多岁查甫患者，发病至第5月7日出现发烧、筋肉酸痛，伊捌去过艋舺五洲街地基馆。1至73日是本国籍60多岁女患者，伫艋舺德义村地基馆工作。5月7日就发病，5月7、9到和平病院挂急诊，13确诊。指挥中心也针对艋舺确诊个案接触的医护人员做采检。它的风险区域现在当然就是急诊跟 B6、B7 这2个病房单位。第一轮的筛检到昨天晚上，总共采检了57位，那全部都是阴性的结果。目前和平病院大院病人只出无进，急诊室是暂停营运做清消，门诊也已经由环保局完成全面清消。各甲大院急诊室区隔，虽然台北市府目前评估暂时未封院，不过伫确诊消息传出了后，附近店家生意有关受影响。会有病患来我们这边买过东西，还是会怕。排队的人就不多啦，然后加上没有人内用，我就更少啦。他如果跟 SARS 一样的话，封院啊。我就要休息了啦。户外吃东西的话，尽量避免啦，都用外送的比较多。店家表示，虽然听到确诊会让人有点紧张，不过都要保持平常心，挂喙安做好消毒。附近住户是讲，会减少非必要出门聚会，来度过这一波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提供予观众朋友一个上新的消息，讲到咱最近本土病例继续伫咧飙，今下晡有传出讲3总的上山分院有一位门诊的医护人员去染到病啊，指挥中心也已经证明讲，这个护理人员是确诊病例，敢是院内感染力目前也当咧追查。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讲，上山医馆的门诊也得爱停2礼拜。咱继续来关心咱国内最近的疫情消息。讲到最近疫情当咧滚价，今仔日增加29个本土病例。社会会前会长的群组感染事件，目前已经有25个人感染了。这寡确诊者的活动行踪拢伫咧基隆、台北、桃园、新竹。指挥中心除了公布因所去过所在，新北市也启动大消毒。市长侯友宜表示，未来会伫疫情较严重的所在增加体检站。伫泰山这么大间的去宴会馆拢无人，确诊的三会前会长按1203虽然无来这个所在，不过甲伊接触过的三会朋友5月7、9暗时啊，伫这个所在开5道食饭。11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按1203确诊了后，就决定提早结束营业。
因为一些定做人全部都退完了，所以我们就不营业。都退完了啊，那我们也要配合开发，所以我们就也不营业了。这位中心14原来更新甲案以及03群组的相关卡价，新增加包括着车北伫泸州的小吃店、台北市地下街歪区。一家车到中道伫新德关峨眉的咖啡店，新北市新店区安康路的餐厅，尾仔嘛伫新德市成丰庙，一家新北市泰山区的宴会馆，车十中道也捌伫新北市石门区的海产店用餐。5月初4甲初10，按1203群组的相关卡价遍及规个北台湾，包括着双北、基隆、桃园甲新竹，各地拢开始消毒。那是台北地下街也展开全面性的消毒。新北市也会早起10点开始启动24点钟全面大消毒，动员32000多人甲国军化学兵，为了防止病毒扩散，也呼吁市民伫厝的做伙展开大消毒。面对台北市满甲地区爆发着社区感染，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表示讲，未来会伫疫情严重的所在来设立一寡快筛站。只要个案是集中在哪一个区块，我们就会全力的成立一个快筛站。然后以后面的医疗体系来做支援。指挥中心14公布新增加29例本土个案，其中有5例甲案以及03有关。到目前为止，甲5个三亚会前会长相关的整体群聚案已经累积25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三亚会前会长的群聚感染事件，病例也拖到高雄去啊。主要原因是其中有一位病例编号1229的查某囝，捌对高雄回来到新北市泸州甲因看，想袂到这个1229说是暗砍实情，无讲出讲伊捌接触过查某囝的事实，是查某囝看到新闻了后，家己去做体检，却检出阳性。查某囝的接触者有200多人，政府也当咧追查以外，伊所去过所在也拢大消毒。消毒人员规身躯防护物到维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甲椅仔、甲门全面清洁消毒。当然过到了后全部下班，因为维武营艺术文化中心好亲像有接触到境外确诊个案，紧急发布关管公告，会全面休假17。我们确实有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防疫相关的这个单位的通知，就是想要了解特定的一个疫情的这个调查的状况。那这个部分我们场馆这边也是全力的来配合。这个境外确诊者是芭蕾舞团舞者，入境前的报告是阴性，检疫14天后2次采检才确诊。除了境外个案，高雄原来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新北5股西亚会规定感染到的有关，是30多岁女性，按1289号，因为伊的爸爸按1229隐瞒，捌甲查某囝接触20点钟，无互人考虑到。听到查某囝看到新闻，发现爸爸染疫了后，才主动去病院采检了后确诊。市政府将对伊去过所在做全面的清洁消毒，控制245人。在疫调过程当中，他也隐瞒了这个事实。好，所以在整个讯息的传递上面，我们这边是直到他确诊之后，我们回过头去请疾管署这边去了解的时候，才发觉说有一个主个案是他的爸爸。台北的新北市的狮子会的群聚感染，好，那我们高雄市希望能够把他的次波感染就把它阻绝掉，希望不要进入到高雄的一个社区，现在是我们采取的一个策略。市政府表示，因为按1229隐瞒，才造成差不多6天的空窗期。不过这段期间也是伫第一个传播链的期间内，呼吁市民全面配合防疫。市政府公布6大措施，除了公共场所全面挂喙罨，营业场所都要主动请民众挂喙罨，若做无做都会罚款，并且伫营业场所全面实名制管控，也甲全面大消毒。市政府强调，敦睦感规定感染到有17个人是高雄人，迄个时阵疫情挡有条，这届市政府努力来防治，希望停损点就伫按1289，莫阁扩大其他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的本土疫情是世界壁，伫彰化县也传出讲有2个人确诊，确诊者的社区早起也进行消毒。虽然疫情指挥中心明仔载才会公布，不过彰化县政府是宣布讲，对即马开始到6月初8启动相关的防疫措施，包括县内50多个夜市啊暂停营业，公庙也拢暂停进行活动，目的就是希望讲管制人群甲疫情压落来。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现在全面消毒。
清洁队的人员来到社区进行大规模的消毒。彰化县某一个社区14团出有2个民众确诊，而且早起就予卫生局人员带去病院隔离治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阵有在调查2个人的相关的卡链。我刚刚问的这张话，就是应该是属于我们明天要公布的个案啊，所以这个部分我目前手上也没有什么疫调的一个资料，知道说有可能是跟万华的这个有关。曾林雄则是在记者会表示，彰化确诊的个案爱到拜六才公布。杨国民就认为，若是已经确诊，就应该趁早来公布，大家才法度较早来做防范。如果有消息越快公布越好啊，让我们可以提早防范这样子。虽然彰化县府不愿意证实确诊的个案，不过则是下晡就公布多项强化人流管制防疫做法，其中影响上大就是全馆50多夜市啊，1日起到6月7日为止，拢必须要停止营业，是全国头一个县市安尼做。就少了外出跟群众、跟朋友聚在一起的机会啦。对啊，这样子我补习晚上就没有得吃了。影响到大家生活嘛会啦，但是疫情啦吼。安尼嘛危险嘛，停起来好啦。彰化人爱食夜市啊，即阵无夜市啊通食，生活减少一寡趣味。不过彰化县卫生局长也严别强调，夜市啊歹做人流的管制，也无到管制无挂催暗，避免疫情扩散，决定全面来禁止。夜市你要做总量管制，你要做动线，你要做人流，你要做这些相关的防疫措施。真正能够做到的这种夜市其实非常少，更何况夜市都是很多餐饮的活动，你要大家都戴口罩，更不可能做到。另外，对着宫庙进行的活动也全面暂停，宫庙周边2公里必须进行交通管制，大型游览车禁止进入，观光景点也有公园也全面来盘点。若是无到控制人流加管制进出口，也一律关起来。彰化县府希望经由更加严格的做法，全面来防堵疫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总统府内面，今仔日也有员工去防疫做隔离对象。总统府表示，讲是员工的家属要甲确诊者做伙食饭。这位员工目前已经请假，等咧处理进行居家隔离。另外，台北228纪念馆也风声讲有员工的家属确诊。文化局证实讲有员工去互通知，要去到集中检疫所。纪念馆也已经完成消毒作业，休馆1礼拜。总统府14团4员工被列做抗疫对象，引发议论。总统府真紧对外澄清，讲有员工主动讲有2个家属不在5月7日甲确诊个案食饭，5月7号员工甲这2个家族成员食饭了后，指挥中心通知抗疫，13暗时甲员工讲，员工就请假进行特殊隔离，已经安排采检，这阵采检结果也未来公布。那今天早上已经进行这名员工的办公室以及相关进出动线的消毒作业。那目前总统府也在进行全面的大消毒的作业哦。这个应该也是我们明天会公布的个案，他的一个接触者哦。那目前，所以他并不是确诊的个案了哦。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在疫调当中，应该是以目前知道是他应该是在没有传染期的时候是接触的。总统府讲，3个人甲总统、副总统无接触，工作动线也完全无同。即阵个案国展会议的与会人员也无甲这个员工有接触数。经过调查，5月70到5月13，府内甲员工接触过同龄有68名，已经下令采取自主健康管理。环保局对台北228纪念馆进行消毒作业，因为团出馆内员工家属确诊，文化局证实有员工被通知爱去集中检疫所，其实已经隔离。台北228纪念馆是暂停开放，休馆是1礼拜。光在台北市里面有台北市228纪念馆跟国家228纪念馆，那个是台北市228纪念馆。文化局讲，因应艋舺疫情上升，艋舺艺文场所包含台北市立文献馆、龙山文创基地、西门红楼、北配寮历史街区、艋舺故事馆等等的馆所，拢暂停开放到2月。记者综合报道。伫今仔日逼出来本土病例当中，有一个是伫咧邦桥国中3年的学生，伊一个人捌接触过2班的囡仔，目前也拢停课，总共有38个学生含28位老师，放伫做居家隔离。也因为因安尼生搬都去参加这礼拜国中会考，因会伫29、30进行补课。明明是上课时间，新北市这间国中煞陆续有家长赶来接囡仔回厝。问我可不可以来载他，然后我以为他不舒服，他说不是啊，因为同学很多人都回家了，所以他就想回家。然后他们就直接跟我们讲啊，怎么讲？就说几班有。
到底发生啥代志引起家长的烦恼？原来是一个9年级学生囡仔传出发烧咳嗽，就医了后好亲像已经确诊新冠肺炎。指挥中心14下晡公布新增加29例本土案例才证实，这个学生囡仔就是按1291，也是今年会考的科生。学校是有停课，好，那应届的同班的就隔离，好，所以大家去会考也不用担忧。现在所有的资料，好，那当然确诊的人都会到医院去了。新北市教育局补充，2班38个国中3年级的学生囡仔甲28个老师已经居家隔离，会参加15甲16个会考，会伫29甲30补考。市长侯友宜强调，学生生活单纯，无参加100人课后辅导，也无参加补习班。不过2班相关的学生囡仔所参加的补习班，已经伫13暗时加强消毒。记者综合报道。伫咧5月15、16这2天，就要举行国中教育会考。照英国惯例，伫考试前1天会开放考场，予考生入去看。偏偏最近国内疫情真紧张，教育部也用上界严格防疫措施，希望甲疫情风险降到上低。开放看考试场的时间到啊，学生陆续进入校园，要来看场地。入口的所在，除了量体温、酒精消毒以外，校方也特别控制看考试场的学生人数。我们在先前有开过我们的防疫事务会议，那我们在那个会议其实都会要求国中端进行时间的分流，然后借此来错开人员的一个交织，减低相关的一些疫情的产生，等于是让他们有点各个校稍微协调一下，前后进校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这阵台湾本土疫情较紧张，各地方也拢提悬警觉，不过天气较烧热，嘉义县长洪忠良呼吁，喙暗嘛是爱挂好势。那在这边当然防疫期间会比较不辛苦，那天气这么热，那戴个口罩，我们希望大家多忍耐，能够让这个会考顺利的举行。教育部嘛提悬防疫规格，特别加强3部分的措施。第一个，我们会增加考场内设置酒精跟干洗手等防疫这些用品的一个定点的数量。好，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来增加清洁我们市场内的洗手台，还有我们的厕所，这些环境卫生的一个消毒的频率，这个我们也会来提高这样子的一个频率。再来第3个部分呢，我们也会来加派一些工作人员到场巡视啦。今年计共有20多万名考生参加国中教育会考，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无开放备考，而且爱配合量体温、全程挂喙暗。学校也针对考试场的进出动线进行管制，避免人潮聚集。学生若出现发烧，也会有第2类的备用考试场会当来考试。记者林慧婷、杨淑晴、林秀凯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湾拢是热翕翕的天气。气象局针对着南投、台南、高雄、屏东等县市的山区甲溪埔，发出高温的红灯警示。今仔中昼伫高雄的内门出现40.3度，是全台湾上界热的所在。讲到今仔日上界热的5个所在，拢伫咧南部，高雄内门40.3度，屏东春节39.8度，屏东来基39.4度。屏东的三地门和台南的南华也拢有超过39度。另外，气象局也表示讲，花莲、新北市和嘉义县也拢有机会出现高温的几率。根据到台电的资料显示，今仔下晡2点20分左右，全台湾的用电量有3699.3万瓦，是目前今年上电用到上界上的时阵。讲到这个用电用真凶的部分啊，不过咱昨啊全台湾是大停电。今下晡经济部和台电有做伙召开记者会，认定是工作人员的过失。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是工作人员分唔对，甲隔离开关用一个有问题，才会造成4台机组跳电。台电的董事长也已经自请处分咯，要提出扣电钱的赔偿措施。不过，这届爱赔偿的金额可能是平8英股大停电搁较济，大约是4.7亿。513全台大停电，规暝调查结果出来，经济部长王美花亲身来说明，指全台停电5点5钟的原因是人为所致。开关操作错误的问题，误操作了编号3541的隔离开关，汇流排产生接地故障的这样的事件。台电发言提汇流排控制半面说明，13下晡台电高雄路北超高压变电所配合承德电厂新机组输电路线。
用量扩充提升工程做系统检测的时阵，台电员工开唔到隔离开关，和回流排接地故障，4部机组跳机，因为所需地数全台大停电，强调电网故障绝对唔是电力无够。按过合作之期，表面数字备用容率有10%，按过跳电时阵则无法度救援。如果我们其他的电源供应都非常附着的话，根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水力的抽蓄机组3到5分钟，水力发电要15分钟，燃气大约是2个小时。那燃煤的部分呢，则需要6个小时。那核电从开机到满载，大约需要3天。台电表示，其实抽水力会马上供电，毋过经过评估，全台大欠水也是以民生用水优先，强调未来会保守高算备用容率，尤其再生能源水力部分，因为赔偿方案出来受影响400多万户，包含一般民生用电、高压工业用户等应拄电费钱，总共赔偿金额4.7亿，拍815大停电赔偿金的记录。这次是因为台电的失误造成，因此我们在赔偿方面呢，就会用比较高的标准。全台无有境大停电，台电董事长杨伟虎自称处分。王美花表示，处罚程度会看最后调查报告结果，相关责任较完整的调查报告按算伫10日进前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全台湾是大停电，虽然讲已经恢复正常啊，不过伫咧高雄演奏着一间国小，有15名的老师甲学生卡伫咧电梯内面，怀疑讲是因为昨昏停电造成电梯的电路板故障，因才会卡伫内面。另外，伫咧经济部的能源局今仔日也派人去到发生故障的变电所会勘。高雄市政府认为讲台电就爱担起责任，也针对着长期以来拢是南电北送，感觉真无公平。经济部能源局派人来到兴达电厂路北超高压变电所，现场也挂着停电工作中的标语，不过面对提问拢袂讲。兴达电厂路北超高压变电所回流排故障，全台大停电。经济部比照815大停电进行赔偿，来予电价减免，超过金额大约是5亿。高雄市府表示，全市损失也伫估计，不过财政局、经发局协助统整数字，真正是台电的疏失就要负责。核发或是大发工业区。还有人大跟我们现在科技产业园区的前镇南子那部分厂商或是有些商业店家受影响。虽然10时早起全台拢已经复电，不过为在高雄演奏的安州国小有14名的囡仔甲一个老师掉伫电梯内底，消防局去救援。厂商研判是前一天大停电造成电梯电路板受损害。因为他们都会设定楼层嘛，哈。那刚好昨天那个新达港的停电事件，我们学校一共停电了2次，可能是这个原因，厂商是讲可能这个原因造成它的电路板有些设定跳掉了。15名师生掉伫内底半点钟了后才救出来，惊一日。延过兴达电厂跳机，却是引发全台湾大停电，也互南电无北送的议题不再被提起。市长陈其迈认为，高雄辖内电厂总发电量是500亿度，而全市用电量只是280亿度，敢若占总发电量的5成外，却是长期南电爱北送，对高雄无公平。我们主张区域除了蒸汽减煤、绿能缓和之外，更重要是区域均衡的原则，努力的学生应该要得到奖赏。陈其迈认为，烧土团发电不如烧天然气发电，复电快速。台电也是爱思考以其他增加电量来取代烧土团发电，才袂像即摆同款，一个有状况就联动全台湾拢欠电。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泰国的部分，因第3波疫情继续伫咧滚价，一日就增加4800多人确诊，有一寡病例有一半较低，咱是伫咧家国内面的群组感染。另外，伫咧斯里兰卡，因的疫情也当咧严重，确诊病例是愈来愈多。当地政府是赶紧宣布讲要封城3天。泰国第3波疫情来势真凶，13新增加4887件确诊病例，创单日新高，32人过身，总共有93000多例确诊，518人死亡。病例增加必须政府防疫升级，关公共空间加强行动限制，搁严格规定爱挂喙安。13新增加确诊病例当中，有超过一半，总共是2835例是来自2间家家爆发群组感染，1795例是来自万国家家，1040例是来自中央女子矫正机构。
加军事感染事件会公布出来，是因为主张王室改革的学运领袖之一帕努沙亚涉嫌冒犯君主罪，进前被抓入监。最近为矫正机构保释了后，伫社群媒体公布家己确诊的消息，引起关注。所以泰国矫正署才赶紧公布加强检疫的情形。กรุงเทพก็ได้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ปิดแดนทุกแดนแล้วก็ซีลแดนบางแดนให้เป็น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สนามเพื่อรักษาผู้ป่วยที่เป็นสีเขียวนะครับ越南透过斯里兰卡疫情也升悬，最近平均拢新增加2000多例，13个新增加3269例，同款创大日新高。政府宣布13开始全国封城3天。斯里兰卡顶5月庆祝传统新年大型军事了后，确诊明显升悬，因为疫苗来源大国印度疫情严重，限制出国。斯里兰卡如今面临疫苗供应无够问题，和第3波疫情更加严重。公视新闻林浩如报道。讲到以色列加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冲突是愈来愈严重，这几日双方是交锋对垒，已经造成上百个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加沙当地病院唔但爱处理武汉肺炎的患者以外，也爱医治因为战争受伤的民众，医疗体系随时拢会崩盘。在黑暗中一直庆祝黑光，这是透早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来发动空袭，继续规暝。在以色列国防部的声明中指出，空袭行动已经摧毁150个目标，包含地面部队、战机、要地下防空这些设施。而巴勒斯坦方面也无咧认输，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射几粒火箭弹来回击。在经过一连串空袭，有报道讲，以色列已经集中地面的部队部署在加沙的周边，敢若要展开地面的作战。也过随后，以色列国防部澄清，讲即阵也无军队要进入加沙。以巴的冲突是继续上升，连日来双方在空中一直交火，也和美国甲欧洲的航空公司因为空袭，毋是改变飞行的路线，都是归起来取消国际航班。يعني كان وضع صعب جدا يعني طبيعة الإصابات معظم الإصابات أكثر من 50% منها خطيرة وحرجة CNN 的报道指出，即阵在加沙地区已经有上百名的巴勒斯坦人在空袭中受伤，被送往加沙当地病院。只是原本已经收治未少新冠肺炎患者，即阵面临大量的伤者，在药物、医疗设备甲电力欠缺之下，恐惊加速医疗体系崩败。We must, with no hesitation, demand that our country recognize the unconditional support of Israel has enabled the erasure of Palestinian life and the denial of the rights of millions of refugees. 美国总统拜登虽然派出特使，并且呼吁双边应该冷静，不过同时支持以色列有权自我防卫。对此，巴勒斯坦的民主党众议员莱特布批评，政府不应该无条件来支持以色列抹杀巴勒斯坦的人权，不过要议员坚持爱支持以色列的行动。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巴西的两大城市圣保罗加里约热内卢13出现要上清的示威者，抗议警方伫咧顶礼拜因伫咧滨边区执行掠夺行动的时阵，有一个警察做了上过头，警方一声就杀死28个民众。联合国人权事务办事处也呼吁巴西司法单位，就要针对这个案件进行独立调查。真生气的示威群众13挂喙暗，也有人的命也是命的布条啊！伫警察总部头前的街路抗议存在伫巴西社会的种族主义，但警方对有色人种的暴行。Mas já tem mais ano de pandemia e a gente não tem nenhuma resolução, não tem melhora. O nosso povo está morrendo, está sendo assassinado. Foi proibido a ação militar da polícia no Rio de Janeiro, dentro das favelas, desde que começou a pandemia e teve essa chacina no Jacarezinho, entendeu? 这个月7日，巴西警方接到线报指，雅卡里基纽贫民区的毒贩利诱拐囡仔甲青少年加入犯罪行动，派大批人马去现场扫动，过程中造成一名关警在内18人死亡。人权团体指控警方的做法是无经过法律允准的杀人，指真侪死者根本无伫调查之内。最高法院法官也讲这是有正义执行的现象，下令里约热内卢州甲联邦检察官做调查。
总人口670万的里约热内卢暴力犯罪猖狂，警察杀人的数量也真惊人。去年里约州有1245人死在警察的手内，比全美国的1117人更较侪。事后需要负责的警察是真少。13这一天是巴西乌奴解放日，不过行路的非洲的示威者表示，因感觉甲130年前的农奴并无差别。 A polícia militar, quando se dirige aos bairros nobres, não faz isso. Fará com todo respeito. Quando se trata das periferias, das comunidades pobres, eles vêm atirando, porrada, tiro e bomba. 印地立场属极右派，甲军警关系密切的总统波索纳罗，也和示威群众谴责甲警察暴力有关系。副总统莫劳将军时指，卡亚、雷吉纽贫民区死的拢是歹人。波索纳罗的后生国会议员爱德华多，伫推特用评论鬼称呼这批警方行动人，讲因是伫为杀人犯来辩护。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讲到印度疫情是真严重，咱台湾驻印度代表处到初十为止，已经有10个人确诊，其中2个人伫咧初8坐医疗专机回来到台湾，目前治疗状况是真好。不过伫咧印度确诊的台湾人员，煞有一位病情恶化，外交部今仔日也透过医疗专机，甲人接到台湾，目前也已经顺利到位了。 外交部我们在5月10号的时候知道，我们驻印度代表处有2名的新增确诊同仁之后，同时我们也以快递来寄送药品给这个住处供确诊的人员来服用。那其中一位确诊的同仁，他是经过当地的医疗专业评估，医生认为呢他是有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因此住处立刻联系了保险公司来申请医疗专机的后送事宜。目前这个医疗的后送专机已经从印度德里起飞，那预计在今天晚间会抵达台湾我们的桃园国际机场，之后呢会立即送往医院来进行治疗。外交部表示，这台医疗专机是对印度的德里起飞，经过越南，暗头5点左右到咱的桃园机场。飞行机顶头有4位机组人员、2名机长、2名医护人员，甲1名确诊的患者。到台湾了后，也随甲这位患者送到病院治疗。 台北市长郭本店和卫福部长陈时中今仔日举行防疫会议了后，决定要针对5万名无身份证明的外籍移工，甲因赦免，鼓励因赶紧来做体检，袂因为来看医生了后，就甲因送回去因的国家。 疫情持续扩大，考量到满价地设工作者的确诊人数持续增加，台北市长郭文哲甲卫福部长陈时中10时举行防疫会议，除了就满价案设立4个快筛站，佮针对5万个无身份证明的移工，鼓励因出来受检。伊强调，袂因为就医都被逮捕。我知道很多外劳他怕了一来就被抓起来，你知道哈？现在为了防疫的需要，你知道哈？外劳有特赦令，不会因为来就医，你知道哈？就把你 遣送回国，不用这个机会去抓人了当然还是在以公卫健康维护上面是比较重要，所以有这样的情况的人也不用担忧那赶快来采检。这个消息一日出来，外籍移工团体马上伫面册用印尼文甲移工讲，政府会予因快筛也甲就医的安心保证。 对这件代志，乐团支持政府的做法，认为讲这是保障移工的健康权，因过嘛烦恼讲会防点油做记号。 的确，我们应该在整个政策上面，要让所有人都能平等的接近这个筛检的这个机会啊。假设他们真的出来做这样的一个筛检的话，那就这样的一个接近筛检的平等原则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做。我特别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为什么突然在这个疫情的过程里面，突然再去把这些特殊的对象，然后拿出来说他们要有特别一个鼓励他们出来再筛检，我觉得要避免去被那个标签化、污名化的问题，然后好像说他们就是一个破口。 为了避免无身份证明的移工因为唔敢就医变做公话的流氓，官方同意予因得赦令。对这件代志，负责出题逃走外劳的移民署强调，对中央的外籍人士采检规定会全力配合办理。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疫情影响，基隆庙口夜市也是冷冷清清。基隆市的5路场所对10号开始也拢暂停营业。另外有一位是确诊病例接触者，讲要登去基隆做居家隔离，想袂到伊违反一人一户的规定，爱改罚20万到100万。新北市甲基隆市也在讨论讲要由啥人来改处罚。
礼拜五下晡的家人庙口夜市，说是空徛伫街头，用直接看甲价买。哦，生意差足济哦，拢无人你要看，生意足歹，减差不多都6-7成生意有啊。14早起，基隆市府伫夜市重新设人流管控系统，将夜市人流上限控制伫2500人。原本今年热天，基隆市顶岛旅游已经排甲休热，有3万人次预定受疫情影响，万外人退订。市长林佑昌宣布，基隆市为即马开始停止顶岛1个月。这个即日起啊，基隆屿我们停止登岛1个月，我们必须要提前做一些准备，超前部署。那我会在下个礼拜1。那我们会在信义区公所来实施异地办公、分组办公，甚至包括居家办公的实地演练。新北路州群组案当中，一名男性接触者原本要伫新北居家隔离，伊向新北卫生局要求要登去基隆住所隔离，想不到伊伫基隆实际上是甲伊的爸爸共大违反传染病防治隔离规定，爱一人1号刑罚20万以上100万以下。基隆市跟新北市我们2个城市都可以开法会开会研商进一步处理的一个方式。那看是由我们这边罚，还是由新北市来罚。目前基隆市卫生局已经要求这查甫人甲伊老爸分开居家隔离，不过这案件有伫新北甲基隆2县市，依然爱研究由3人来犯。依然群组案当中，有一对翁某伫居家隔离走去金门旅游，甚至失联。金门县卫生局会依规定罚2人60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各地头拢伫咧逼本土疫情，而且加上这个观光的部分东部也受到影响落。所以来是5日这个连续假期，伫咧花莲的饭店也开始超过5成的退房率。另外，台东的民众也烦恼讲，若准这旅客来遮佚佗，恐惊会甲病毒炸入来，也造成当地所在真侪人赶紧要去注本注疫苗。另外，伫咧这礼拜，县政府是开放16个乡镇市公所提供公费的疫苗，予民众来注。台东县的地形长角的较庄卡甲离岛的地区民众，若是讲要注新冠疫苗，都要走来市区，真无方便。县政府为这个礼拜开始开放16个乡镇市卫生所，予庄卡民众原来会当就近注公费疫苗。即摆以后的情形原来真热烈，向中央申请的70罐会当注700人的量已经满额，后礼拜会阁申请会当注1000人的疫苗量。知道有这个可以施打，然后今天就借着这个机会来施打，这样。最近有比较热络了，现在目前总共施打大概超过，如果今天的话，就会超过700人了。东部是观光热门的所在，因应着疫情愈来愈严重，花莲县一寡旅宿业者拢伫进行专管的消毒，佮采取实名制，登记才当大，也要求员工只要有发烧的症头，拢爱伫厝的休困。虽然讲旅宿业者高规格防疫，不过5日这连续假期也是出现退订的人。原本这个时期，其实各饭店平均大概都已经落点在5成到6成左右，其实将近客满。就是我们算上连假的话，那目前我们已经退房都已经高达大概5成，所以我们其实剩下的住宿率大概落点在3成左右而已。即马本土染疫人数又搁增加，东部的旅宿业者批病真严，民众注疫苗也一样满额到月底，都惊讲人规定烧活。卫生局也呼吁民众，若是有发烧的症头，一定爱自主管理，出门拢爱挂好喙罨。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止疫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仔日是鼓励民众手机爱去安装台湾社交距离 App， 会当随时掌握敢有甲确诊者近距离接触的风险。目前已经有超过80万人次去安装啊。指挥中心也为着要鼓励确诊者会当公布因的行踪，若准确诊者公开相关的资料，就会当得到5000块的奖励金。想知家己是毋是无定期要甲确诊者近距离接触，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下载台湾社交距离 App， 下载了后爱拍开手机拿给通知功能，也有 App 的接触通知服务。在过去14天，2公尺内接触确诊者长达2分钟以上 ，APP 会提醒跟当地的卫生局联络，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这个 App 是透过手机比出拿给信号共用，算使用者之间的距离，会将民众卡者以随机 ID 资讯储存，去识别化保护隐私。比起隐私还是安全比较重要，这是对大家的一个保障啊。如果让大家知道他们有去过哪些地方，也比较对我们来讲比较安全。
目前已经超过80万人次下载。随着疫情升温，疫调资料更加复杂，指挥中心呼吁全民下载，及时掌握家己身处的风险。也有就是说机会及早的知道说自己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接触的情形。民众配合下载，各开通知指挥中心会抽奖送500块的礼券，为鼓励确诊者提供详细卡价，只要确诊者上传随机 ID 资料，各会发协助疫调奖励金每人5000块。记者综合报道。咱若是接洗手、挂水安管好家己，咱人人拢是防疫国家队。讲到最近本土疫情继续伫咧逼，校园内面的防疫也变加真吃力。亲像阳明交通大学是宣布讲全面启用线顶教学，而且也停止办理实体的演讲活动。学校内面的餐厅限制老师甲学生，敢若会当包回去食尔尔。另外，清华大学本地是宣布讲100人以上的课程才该用线顶上课的。不过，伫咧14下晡也紧急宣布讲。全部拢改做是线顶上课。这里呢，当然刚好解出来13。透过网络，老师甲学生伫线顶用电脑直接上课，未受到疫情影响，学生阳明交通大学宣布。除了原本要举行的活动全部取消，学校把专门改做线顶上课，避免人跟人的接触。为了保护师生之间的安全，然后这个让我们的同时又不想要这个影响到这个教学的这个进度，所以我们就是全面采用线上的教学。那像必须要这个实验操作的这些课程会有另外的安排但是基本上我们会希望所有的课程都是采用远距的方式。另外，清华大学的部分，而且看到校园内底学生的人数比过去减真多，因为因14号下晡时宣布提升学校的防疫措施，全面改线顶上课。餐厅现在都改成是外带。这个外面的送餐，他们还是可以进到学校，但是他只能到那个大楼的门口，这个以不接触的方式，然后这个把餐点送到这个需要的人的手上。随疫情发展，国内真侪大学拢宣布换做线顶上课的方式，希望透过这款方式，会使降低风险，平安度过疫情风波。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开业18年的台湾《苹果日报》今仔日宣布，报纸的部分对10月开始停刊，把所有资源放伫咧数位发展。目前801名员工也会资遣326人。台北市劳动局表示，也未收到公司申请大量死员工的通报。就是今天公司有通知工会说，苹果日报的纸本要停刊，然后会资遣300多名同事。那我们目前正在了解状况，然后也会确保那个会员的权益会被那个保障。苹果日报强调讲，会伫咧16进前通知防资遣的同事，也会依照劳基法付资遣费，而且会付予因17到5月底薪水。对于6月初一开始会照年资予员工预估薪水。台湾苹果日报的社长也透过公开批信表示，做一个管理者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同事，家己也用行政总裁表示，有家己列入去资遣名单内。讲到咱全台湾有18000多位的教职人员伫咧偏远的地区教册，民间团体今仔日表示讲，根据着2018年资源服务偏远地区学校教职人员的特别奖励办法，爱替老师加保伤害险。不过主管机关所有加保人数却无到1%。国教署表示讲，会继续和地方政府来研究加保的事项。如果你们真的为了孩子好，就不应该找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指挥，跟一个下学期就不在的代课老师来带这群不一定上得了台合唱团。最近这出伫咧讲偏乡教育议题的国片，受到不少人关注。根据国教署2020年的统计，全台湾各中小学甲偏乡教职人员有18000多位，偏远地区生活机能甲交通较无利便，教职人员的风险高，造成师资无稳定，学生受教权难免受影响。知识的养成过程当中，他的老师是不要换了一个老师，他必须要去了解，在这个前面的进度的学生的学习状况。
偏关地区教职人员除了有公教人员的保险以外，遵照2018年教育部颁布主管服务偏关地区学校校长甲教师特别奖励办法的第7条，以学校偏关的程度，中央主管机关爱遵照地方政府的财力来补助保费。不过，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表示，主管机关有替老师加保的人数无到1%。新北市有1065名教师，他是自愿来到偏乡地区教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完全没有任何伤害险加保的人数。这个法规其实已经颁布了3年，它不应该是一个0这样的一个数字。根据这个自愿服务偏远地区学校校长教师特别奖励办法来这个做所谓的伤害保险的这个补助加保部分居然只限制只有109学年度到职的老师跟校长才能够接受补助。国教署表示，各地方政府在奖励办法通过了后，一直到109年为止，下资格自愿去偏关地区学校服务的人有280人，已经加保的有52个。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呼吁教育部，包括109学年度到职前的教育人员，拢应该爱适用这项奖励办法，唔好一间学校2项制度。记者民警陈派文台北报道。伫咧南投日月潭边仔的含片文学步道，经过3年筹备，最近做好12大装置艺术，顶头阁有刻12位文学家所写的诗。民众来到这行大的时阵，也会当欣赏风景，也会当感受到文学的水。日头光照伫日月潭的水面，看青山的影伫天边摇来摇去，天真清，真适合若行伫含片文学步道散步，若欣赏诗句。12位作家以爱情做主题，写出12首诗，刻伫步道设立12大艺术装置。那这个一路观赏伴随着天上的云那山中的风水面的雨，那种感觉就觉得人生的幸福莫过于此。从小到大来过无数次，但是现在我心里想，下次我要带我的家人来，因为这里跟以前不一样。配合作家的诗句，设计出无共造型的电视房仔，边仔佫加一个 QR code， 民众用手机去扫，就通听到作家吟诗给你听。这些延伸其实都可以变成一个新的景点。那未来如果再连接整个潭面各种不同的景色以及特色，应该可以让日月潭更有生命力。氛围的话呢，那民众来到日月潭徜徉在这个湖光山色当中的时候会更加的有感觉。这届规划是南投县文化局和日管处合作的成果，希望深化在地观光的内涵，让民众唔那是来这行行看看的尔，佮会当欣赏文学作品。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的时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7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4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